讲到金龟石，你对啥上有印象呢？日本时代，金龟石出大量的金矿、铜矿，互俄罗斯亚洲第一贵的金属山。也毋过到1987年，因为严重开坑，停止开采了。搁经过数十年后，曾经破万的人口慢慢啊散掉，矿场甲聚落嘛破败趴荒。看到家乡变甲遮尔啊稀微凄凉，有一阵矿工子弟真毋甘，决定联手开创新局。有人打造地质生态的教室，有人带游客行入去山林，嘛行入去巷仔底。要来传承金龟石生活记忆，当地嘛有艺术家创造地景艺术，甲矿区生活心声等互大家知。大家齐心努力，是毋是会当过来创造金龟石黄金山城的奇迹呢？咱做伙来看。九份跟金花族全盛时期都有2万人，各项的东西都不会输台北。金瓜石现在陆陆续续一直发现到113种矿石。过去是运矿把矿运出去，未来是把人运进来体验这一座美好的矿山。真空校园南海水拟金黄色彩，这是台湾东北角的奇景阴阳海。林海山坡红烟蔓草，断弯斩标，一段特别红百袂吉利的厝行道路，拍开老金龟石的黄金回忆。这一条是本山6坑的斜坡索道，因为我们矿坑是从1坑、2坑、3坑、4坑、5坑，然后下面6坑、7坑、8坑、9坑到海底面去了哈。那所有的上面要挖矿的材料，都要从下面运送上来哈。矿山主地5条潭，厝内父辈、祖辈2代拢是矿工，厝内妈妈较早过往，山林就亲像是代替母亲，笑看伊大汉。这回忆，太太用画笔替伊呈现。因为当时我父亲他要挖矿。那段时间几乎都是我走遍了整个矿山。我6、7岁的时候，这一条路我在这边走的时候，其实进进出出的人都还蛮多的。那我看到的就是有矿山的那个繁华的过往。挖坑道、挖矿的时候。这边都是手工凿的。那这个以前把材料运到前面前面有一个坑道，就是常人矿体的金瓜石念到实语中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发现矿山当时那种情况已经不复以前了，那么慢慢在没落了。可是当我发现我离开的时候，我的心还是永远惦记着这个矿山。我就是用口述的，让我太太把它画出来。30出头岁的时候，我就回乡，慢慢的把我以前想要找的那种场景，慢慢回忆。我就试着画我先生他的小时候，透过画画，透过他的口述，然后用画笔画出来的时候，走过那一段，我参与他们的记忆，参与他们的生活。那这个是我们小时候每一天要上课，要去采买东西，要去车站每一天一定要走的路。矿山斑驳的景物，伫咧5条潭眼内，是伊和亲人的温情回忆。退休了后，伊回到金龟石，担任黄金博物馆的户外导览员，讲着故事，更加温暖动情。3点到了，3点半了，因为我爸爸还没有回来，我在这边就开始在等待了。看到他来就跑下去。对，跑下去，因为我爸爸都会买一些东西。这3条桥刚好是我阿公的年代、我爸爸的年代，还有我的年代。这一座上面最上层这一座桥是水圳，那当时我父亲小时候，这个上面是没办法走是要走下面。在民国差不多60年的时候盖的这一座桥，也是我小时候盖的。这条就是祈堂老街。对，当然以前这里就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，那金瓜石的商业区就在这边。两旁都是，你看有房子的都是店面。那像右边这一间这一间以前我们小时候最常想来的就是撞球。这是撞球间，撞球间。像这一间以前是卖电器产品的，常常听到说我要去9份玩，
其实他已经人在金瓜石，他还在把这个地方当成9份。那在我是金龟九囡啊，我听了我想我实在是那种心情啊，很愤愤不平哦。这里是金瓜石，那如果你们要了解金瓜石，好，那我来做一个金瓜石的一个导览员。今晚老兵团来台湾，伫咧金龟石发现金矿开始开采。日本时代矿业扩大规模，由企业经营。1930年代进入转型，今仔平均年产量超过2吨，拍响黄金山城的名号。全盛时期最多的是1938年，2.6公吨。人讲一句话安尼讲啦，商品啊上高雄啊，下品将上台北，所以这边的各项的东西都不会输台北。9份跟金瓜石全盛时期，两个地区都有2万人。以前我们从这边上去就会到电影院、中山堂跟金瓜石的车站，然后这边就是一间很漂亮的叫八角亭的日式的理发厅。下来这里就是卖猪肉的，那这一栋最大栋的就是当初的酒保，就是供应社。好，所以酒保的外面就叫酒保口。啊，这算你厝内就对啊啦。金龟石石山里里长吴乾正想到古早景象，过去劳力辉煌。1987年金矿、东矿差不多红乌了了，台金公司宣布休困，产业消失，人口嘛渐渐啊散去。就台金倒了以后，这不我房子老了没人住，就很容易腐败的很快嘛。然后台金。后来想想，这样不行，要压到人的话，干脆都把它拆掉啊。所以在金瓜石，我记得最兴盛的时候，小学1个年级有8个班，我念的时候1个年级有大概还有3个班，那现在全校大概剩不到40个小朋友。见证过家乡的繁盛，不忍心面对即马人物凋零，矿工子弟决心要来保护家乡的矿业文化。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坑道口，我们去那边看看，里面也有发现到黄金啊。这就是你说的坑口吗？对啊，你没有觉得很凉？对，很凉啊。坑道里面都是恒温18度。我们现在是要去哪边嘞？这我们到我们的旧坑道里面，我们去参观一下以前挖黄金的坑道口，坑道的样子，好不好？这里是里面都瘫掉了。瘫，这个有一点瘫，也是可以进去砂岩嘛，砂岩。我们绕路好了，绕路。头要小心，茶要进去吗？下3支手电啊，行要去春秋不见5载的矿坑，张团摇的声音为头前的黑暗传过来，指引方向。现在这个已经很少人进来了，这里已经开始在长钟乳石，有没有看到？钟乳石是这个都是可以保护起来的，地上也在长啊，它滴下去往上涨。按默默的坑道，侵来到大自然的礼物，嘛汇集矿业历史的痕迹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矿车的那个板子，然后烂掉了放在这里这里有一些铁轨的痕迹，枕木有点枕木白了，而且有铁起啊喽，钻这个孔，这里有钻孔。这个就是以前在钻孔的时候要放炸药进去，要再炸进去。后来可能是觉得没有矿了，就停了。你看，这个有钻孔的痕迹。金龟石矿山就真像是一座大型的人文地质教室。我们现在要来看到的那个是黄金，你最幸运，黄金长在这里面。以前挖矿就是把它这样，就是要找到这种黄金脉，然后把它凿下来。这个地方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确定它是100%黄金，但是也很奇怪，这个砂岩这个地方应该不能长黄金的。在全世界来讲，这座矿山算是很年轻的，就100万年差不多左右而已。张团友苦心研究，讲希望家己会当替后一代点到故乡路。现在我为什么一直带我们的小朋友，让小朋友了解自己的地方？说不定将来有一天，他
也会从事这个工作，或是没有从事这个工作，他也对地方的很了解，说不定他也会回来回馈这个地方。离开坑道，行入来张团友的厝，就亲像来到另外一座珍贵的矿场。这个都是我的去平时的话在山上捡的啊，这个是属于重金石。我们讲的渔人金，渔人金就我们的黄铁矿，虽然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它的价值的成分是最低廉的。坑道里面，它因为的电灯的关系照下去有点像黄金，可是拿出来你看这个颜色跟黄金的颜色就不太一样，它比较白的。所以在坑道里面叫做渔人金，就是骗人的金子。它就是比较漂亮的彩色真铁矿，它就是有一个薄面在上面，才会有各种的颜色。这个在国外如果拍卖的话，也快要100块美金。伊和在地学者合作，学真下你看，继续各家矿石，互金龟少的囡仔一门独一无二的自然课。很少人在推广说这个矿石也应该要给它有所保护，让学生多了解这些我们自己的资源，台湾的资源，这个都是在全世界来讲都是数一数二，可以跟国外来说很骄傲的说，我们这里地方有这个东西。有优越的地形和资源，历史丰富的文史导览能量，路矿场敢会当翻转冰冷的印象。顶个林条和热岛口仔做伙，3年前在地艺术家和黄金博物馆就会打造山城无共风貌。金瓜石的在地艺术家黄仲成利用自家屋顶进行创作，述说山城矿业背后的辛酸。出了社会之后，几乎都住在台北比较久了哈，因为工作都在那里。近些年来，就是家乡的一些观光的一个区块发展，跟着黄金博物园区这样子一直在形成。然后从小一起长大的那些朋友，他们就一直就是呼唤，一直呼召叫我回来。黄仲成远离故乡做广告营销，头尾挂心渐渐老去的旧厝。2年前，伊用手整理老厝，若当地常在用乌纸板落去盖乌纸厝，多好给灵感。我叫做掀开背后金鱼案。那它在表面上被人家看到的是一个金碧辉煌的，但其实在它的一个底层，就像我们的生活层面，矿工的生活每天都是藏在黑暗底下的，把就是我们在地的生活跟外面在看我们的生活的那种的相冲突面，把它来做一个议题上的一个形式，这样。一曲小城故事，说明矿工子弟对金龟少的心声，重新徛踮伫咧艺术状态废墟内底，因默默感慨，却嘛串联无限希望。过去是运矿把矿运出去，未来是把人运进来体验这一座美好的矿山。也就是说，从采金矿、铜矿到采观光旅游文化的矿。经过少，也经过辉煌，也行过衰败，一定矿工子弟有共同的使命记忆，也汇集上强的向心力。珍惜故乡无价自然生态和历史人文，因嘛已经准备好势，替黄金山城掀开全新的篇章。